最近性骚扰案件一直爆出来，即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将派军去予朱学恒强迫针2解。今仔日伊出面表示讲，毋若心肝内受创伤，而且搁再强调有其他受害者，只是情形无共款。朱学恒今仔去到台北地检署告发家己，而且向大众回失礼。另外，无党籍的婚姻关系官林凤英今日伫面册顶头讲，伊捌互人性骚扰，落尾朱凯翔也伫面册顶头回失礼。不过，伊是强调讲，家己已经袂记要讲啥物啊。10个月听起来很久，但是对心理受伤的我来说很短哦。我到现在还是会被突然靠近我的人吓到，然后也会还是在晚上会做噩梦。讲到伤心台，也是会讲到后甜。台北市议员江派军七月伫面册公布，捌互朱学恒强揽国针。12下晡头一解出面，嘛公布朱学恒2022年8月19尾伫律师事务所认错的录音段。我其实都想要跟你们道歉，但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们要的东西，我先写给你们，你不一定满意，再跟我说。我非常明确，同时负责任的告诉各位。有其他的受害者，而且情节轻重不一。有人遇到的状况跟我完全一样，有人遇到的是言语跟肢体上的骚扰。江派军表示，若做检调机关仍有必要，会伫确保告诉的情况下，向司法机关说明。若是朱学恒是伫面册打刑事告发状，表示已经有去北检告家己，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甲法律责任。不过江派军认为，这只是证明伊敢若无伫悔改。如果他真心悔改的话，他早就已经去自首，他早就已经用更具体的方法跟我表达歉意，而不是浪费资源来演这一出司法大戏。无党籍婚姻管议员陈凤英早起嘛伫面册控诉，去年初互一个名人言语性骚扰，看到江派军出面公开陈学恒的性骚扰案，伊思考3天才决定讲出来。查甫人无品啦吼，当然唔好咩，查甫人讲无意思。进前，这个名人朱凯翔也伫面册专业公开向陈凤英回失礼，佮讲时间过真久啊，已经袂记得是毋是有讲过这句话。陈凤英若是要提出司法还是行政申诉，伊会全力配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